歡迎收睇一節天氣報告。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時溫24.2度，相對濕度90%。中國東南部嘅高壓脊正為華南沿岸帶來一股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同時與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溫介乎24至27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氣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中國東南部嘅高壓脊會喺今明兩日為華南沿岸帶來一股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而位於南海北部嘅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喺未來2-3日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喺海南島以東嘅一個低壓區會向東橫過南海北部，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下周初華南沿岸天氣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預料位於華中嘅另一道低壓槽會喺星期二及星期三靠近華南，該區天氣漸轉不穩定。今節嘅天氣報告完畢，多謝收睇，拜拜。